最近韓劇《雲畫的月光》收視爆燈，由本來第一集低收視，結果變成同時段收視嘅冠軍劇集，令雲畫即刻成為今季嘅大熱韓劇之一啦。兩位男女主角朴寶劍同埋金宇貞當然功不可沒啦。朴寶劍喺劇入邊飾演情深嘅黃世子，又靚仔又好戲，佢仲係男神宋仲基嘅師弟，自然成功上位成為人氣王啦。不過佢嘅好拍檔金宇貞其實來頭都唔弱㗎。9月22號生日嘅金宇貞啱啱踏入17歲，細個已經成為童星嘅佢，已經有好豐富嘅演出經驗。舊少少嘅就有09年上映嘅韓國著名災難電影《海雲台》，已經見到佢有份演出。直至12年，佢有幸拍攝國民劇《懷抱太陽的月亮》，飾演女主角韓家人嘅童年版。清純嘅氣質同埋精彩嘅演技，俾唔少監製同埋導演睇中。直到今年，終於力捧佢上女主角之位。更成功撼低對家電視台嘅重頭劇《步步驚心麗》，唔少觀眾不斷批評，淨係拍過幾套劇嘅 IU， 今次一樣逃唔出戲史嘅命運。唱歌出身嘅 IU 雖然人靚聲甜，但面對從小開始拍戲嘅金宇貞，觀眾緣真係唔多啦。睇嚟 IU 都係做返歌手，會有更加好嘅發展咯。